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一個房企消息，多家房企終止與評級機構合作。中國電建地產近日宣布，結合自身發展規劃和業務需求，決定終止東方金城對其在主體信用評級及相關債項評級。什麼意思呢？此前萬科、中交地產等也做過類似調整，也就很多房企都紛紛跟這些評級機構就不合作了，就不需要你來評級了。實際上，首先說明這些房企也不打算融資了。你要發債要融資，那必須有評級，只是吧？誰給你評級，也決定了你這個債券發的質量和能不能發成功。當一個企業它不評級的時候，它說明它不打算發債了，不打算融資了。說明什麼？不是他錢多的沒處花，是因為沒法評級。大家還記得吧？什麼恆大、融創、碧桂園暴雷之後是吧？都紛紛要求不評級了，也評級要交錢的，何必花錢讓人家買人家說你不好？但是記住了，如果沒有評級，那你很難融資，融不了。發公開市場發債、發券、債券，這個什麼其他都不行，融資活動就會受限。此前萬科、中交地產也出過類似的調整，被市場解讀為降低評級、維護成本或規避潛在降級風險。因為接着評級，你的級別肯定要往下降，什麼3A 降成2A，2A 降成什麼一個 B，3個 B 什麼的。你評級越降，那資本市場對你的印象越不好。但是你要不評，實際上你就不用融資了，就這意思。那就說明什麼呢？繞來繞去，現在房企的日子並沒有好起來，房企現在還在渡劫之中。至少我們說樓市低迷，上上下下很多跟房地產相關的行業都受到牽連。今天給大家介紹的就是中介行業。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說，68萬中介退場，留下的不是運氣好，是整個行業最後的保障。我們主要看到數據，他說全國房地產經紀從業人數從2020年的200萬人銳減至132萬人，68萬從業者主動逃離。也就是我們的房產中介啊，從最高峰是200萬，6年前，現在132萬，直接就少了68万。近3年線下中介門店關停比例超過30%，一季度單季倒閉門店超過2萬家，行業極度分化，71%的普通經紀人長期零房源、零開單，僅頭部少數人能維持穩定的高收入。也就是就剩下的132萬人裡面，71%的普通經紀人長期是零房源、零開單，那你就拿點底薪唄，800或者1000，靠着混日子。我記得恆大剛暴雷的時候，我就說了，房地產相關的行業趕緊改行，尤其是中介。以前房產中介還是個不錯的活，幹得好一年掙個50萬沒毛病。但是自從恆大一暴雷以後，這行業肯定是不行了，趁年輕趕緊改行。前幾天咱們還介紹一個是吧，河北的哪家房地產中介的一個店長，按那個家屬所說，那就是活累死了，也很慘。全國單家經紀公司平均門店數量同比下降 1.2%， 而單店平均經紀人人數同比增長 3.2%。越來越多的企業主動關閉低效門店，將資源向優勢門店集中，靠人均產出和單店效率代替規模擴張。同時 AI 正加速融入經紀人作業流程，目前全國房地產經紀人的 AI 使用率達到 49.7%， 已廣泛應用於客戶溝通、房源客源匹配、內容營銷等場景。所以說房產中介這個行業也是哀嚎聲一片，樓市低迷，這個受影響的絕不是房產中介這一個行業，還有很多其他行業。我們再看看這個第一財經日報報道，他說北京甲級寫字樓空置率降了。他是這麼說的，他說多家房地產顧問機構發布報告顯示，由于上半年新增供應減少，北京甲級寫字樓市場空置率有所下降。根據獅邦魏理仕近日發布的2026年上半年北京房地產市場回顧報告，2026年上半年北京辦公樓市場無新項目入市，新增供應已經連續4個季度錄得零交付，因而整體空置率連續第6個季度下降至 17.8%。獅邦魏理仕報告顯示，從行業構成看，以系統解決方案、平台互聯網以及人工智能為代表的 TMT 細分賽道
認為增量需求主要來源，並持續向科技中心區聚集。金融機構則以基金類為主，維持小面積需求的活躍釋放。專業服務業以中小規模辦公需求為主，成交多集中於1000平方米以下，並對 CBD 區位保持高度偏好。此外，工業品製造中的機器人賽道活躍度在上半年有所提升，新設立如擴租需求並存，其選址在區位上傾向靠近科技中心區，但不局限於傳統辦公樓。受產業政策導向及樓宇物理條件影響，已將中關村與望京周邊產業園作為重要落位目標。它這什麼意思呢？也就是說，1年來北京的新的寫字樓供應下降，就沒有新的寫字樓供應，所以導致北京甲级写字樓空置率有所下降。那這種下降，它不是因為租房的人多了導致下降，而是因為減少供給。跟寫字樓相反的是山东叫零售地產。財新網報道說，2季度北京零售地產租金繼續承壓，北京零售地產依舊面臨租金下行的壓力。7月9日，商業地產服務和機構投資中量聯行發布報告顯示，2020年2季度北京的零售地產空置率達到了 6.7%， 相比1季度的 7% 略有改善，但租金依舊處在下行區間，2季度比1季度下降 2.1%。核心商業圈面臨前所未有的租金調整壓力，部分商場正在根据市場形勢進行價格體系的調整，如重新定位。中量聯行華北區研究部資深董事季明表示，儘管宏觀需求仍在修復，新興業態積極擴張為市場注入了新活力，關注科技文化具備高性價比的細分領域成為市場需求的新動能。2020年1到5月，北京社会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同比下降 2.5%， 但餐飲收入始終保持小幅正增長，表現出一定復甦的態勢。中量聯行指出，餐飲業態依舊是推動市場活躍度的主要引擎，占上半年新開店鋪面積 38%。新開餐飲呈現出2種動向，一方面主打漂亮飯的餐廳擁有較大的承租面積，且能顯著帶動地產項目的調性，吸引高質量客流，因此日益受到购物中心的青睞。2020年上半年，近40家漂亮饭首店落地北京。这个漂亮饭，也就是說，財新網說，北京零售地產租金繼續承壓，也就是租金繼續在下降，那是說明人氣還是不旺。雖然這個寫字樓在沒有新的寫字樓入市的情況下，空置率下降了，但是你看零售地產租金還是在承壓，說明人氣不旺，經濟沒有想象中恢復。我們可以通過騰訊搬寫字樓就可以看出來。今天網上一篇文章主要介紹騰訊搬離科興科學園以後慘狀，這個是時代財經雜誌報道的。他說，騰訊搬離第一加班樓後，科興科學園租金降 40%。我們看他怎麼說的。他說，2022年夏天，深圳南山科興科學園迎來一家頂流的奶茶店，叫阿摩手作。開業當天下午2點，在科興科學園上班的多多打開點單頁面時，屏幕上顯示145單，什麼313杯製作中。在小紅書，不少人分享過類似經歷。中午在科興點一杯網紅奶茶，下班都未必能喝得到，那就這麼火。彼時，科興科學園聚集着騰訊、魔方、光子等多個核心業務部門，上萬名員工在這裡辦公。下午1、2點，幾十杯起訂的企業下午茶訂單是日常。4年後，同樣的時間段，阿摩奶茶科興店製作中的飲品數量已下降到180杯左右。奶茶消費的新鮮度下降是一部分原因。他說，更重要的是變化是樓上的騰訊搬走了。過去1年，騰訊啟動搬遷，陸續將魔方、光子等業務遷往新總部企鵝島。科興科學園的4棟寫字樓，約15萬平方米辦公空間逐漸清空。有中國第一加班樓之稱的科興科學園安靜下來。最先感覺到變化的是奶茶店、豬腳飯、滴滴司機，隨後是寫字樓租金鬆動，招租的辦公室多了。而這種變化
從一個園區延伸到整個深圳甲級寫字樓市場。過去10幾年，騰訊、OPPO、vivo、大疆等科技巨頭撐起了深圳甲級寫字樓最輝煌的一輪行情。如今，這些大廠紛紛搬進自己的總部大樓，也讓一個新的問題擺在市場面前：當超級租客先後退租，誰來接盤深圳的甲級寫字樓？2025年下半年開始，科興、科學園頻繁出現搬家公司的貨車，騰訊員工們周五打包行李，周一就坐在企鵝島的新工位上上班了。目前，位於深圳大廠灣的騰訊新總部企鵝島建設進度已達 30%， 未來可容納約8萬人辦公。按照騰訊的規劃，截至今年6月底，登島辦公的員工人數達到 2.8 萬人。與此同時，騰訊陸續退租科興、科學園 C1、C2、C3、D1 4棟寫字樓，釋放辦公面積約15萬平方米。寫字樓租賃市場行情隨之發生變化。熟悉科技園片區的鏈家南頭旗艦店經理叫謝超告訴時代財經，2025年10月騰訊搬遷前，園區租金普遍維持在160到180元每平米每月。目前，科興科學園1000平方米以上的房源掛牌價最低94元每平米每月，也降了一半腰斬，大多數集中在100到128元每平米每月。配置較好的房源最高約150元每平米每月，差價取決於單套平米數，一些面積較大的房源價格單價較低。謝超說，可供對比的是，根據深圳中原研究中心監測，科興科學園租金最高曾達220元每平米每月。在貝殼平台，科興科學園共有124套辦公單位掛牌出租，面積從40平方米到6240平方米不等。不少房源都標注了業主付佣，也就是你租房、你租办公楼都不用付佣金，這個佣金由業主來付。除了租金下調，招商條件也明顯放寬。謝超介紹，業主普遍提供3到6個月免租期，同時給予裝修補貼。對於簽約周期較長的客戶，免租期最長可達1年。科興科學園租金普遍下降 30% 到 40%， 現在房東更關注怎麼跑贏空置。就是科興科學園現在房子租不掉了，寫字樓空置率直接就飆升了，因為騰訊搬走了。騰訊搬遷帶來的變化很快傳導到了樓下。阿摩首座科興店在科興科學園第1棟，店員說過去每到下午1、2點全是公司下午茶，一單就是幾十杯那種，出杯都得出得想哭。現在高峰期訂單有所減少。7月8日下午2點，阿摩首座科興店正在制作的飲品數量是180杯，到了3點半左右，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了62杯。變化更明顯的是依賴辦公人流的餐飲商戶。長期在科興科學園配送盒飯的譚宇說騰訊搬走後，園區人流明顯減少，我都沒有生意了。謝超也有相同感受。我和幾位騰訊的客戶交流，他們搬走後，科興科學園商鋪生意受到很大影響，人流少了很多，不太景氣了。相比之下，住宅租賃市場受到影響有限。謝超表示，當下正逢畢業季，科技園的片區住宅租賃需求依然旺盛，部分房源租金還有100到300元的小幅上漲。而騰訊並不是深圳唯一一家搬遷到新總部辦公的大廠。2018年 ，OPPO 曾租賃位於深圳後海的中國華潤大廈3萬平方米的辦公樓。今年4月，這部分辦公面積陸續退租，員工遷往前海周大福大廈和東莞濱海灣總部，搬到東莞去了。更早之前，深圳甲级寫字樓市場曾長期依賴科技企業擴張。2018年，深圳市場錄得多宗大面積租賃交易，包括 vivo 在寶安一方中心租賃 1.2 萬平方米， OPPO 在中國華潤大廈租賃3萬平方米，大疆在榮超後海大廈租賃3萬平方米等。如今，隨着越來越多的大廠建成自有總部，這部分租賃需求開始釋放回市場。謝超告訴時代財經，目前進入科興科學園的新租戶
以年營收2000萬元至5億元的中型企業為主，行業集中在新能源、跨境電商、AI 等領域，也不乏剛成立的不久的創業團隊。科興科學園正在從單一巨頭企業生態轉變為多元化中小創新企業集群，租金理性回歸也成為中小企業創造了更加友好的成長環境。什麼意思呢？科興科學園租金下降40%，這就是深圳寫字樓目前的一個現狀。越來越多的大企業自己建總部，要不搬到東莞，要不搬到更遠的地方建總部，一年幾十億的租金人家省下了，這樣更多的甲級寫字樓被釋放出來，但是沒有那麼多企業入駐，沒有那麼多創業的，這就是北京還有深圳寫字樓的一個狀況。我們一直說這個寫字樓的空置率，寫字樓的租金，它實際上就反映了牛馬的一個就業情況。如果寫字樓的租金在漲，写字樓空置率在下降，說明牛馬的工作就好找了，因為这個寫字樓都坐滿了，对不對？都招滿了人了，因為招滿了，所以說租金它才會漲，空置率才會下降。那上班的人多了，收入多了，那這住宅樓它就價格就能穩住。目前看是吧，這個很難。為什麼？又是北京一地產章子怡，他今天發了個文章，他說樓市又贏麻了，不買的等着等等再看，從去年等到今年，今年等到明年，這叫拿着錢就是不買，看着等了一個月又一個月，等了一年又一年。作者說樓市又贏麻了，怎麼個贏麻了？我們看他說前2天北京第8輪供地清單公布，只有3宗地，說海淀、昌平、通州各1宗，這是海淀今年第一次擺上貨架。不再是擁擠的善地板塊，而是久未上新的四季青板塊。地塊位於西然片區，對面就是海淀外國語學校，不遠處是海淀成熟片區世紀城，周邊配套齊全。出讓地塊旁還有商業與教育用地同期開發。上個月，海淀宣布0050地塊由人大附中分校承辦。說實話，建那麼多附中有什麼用呢？現在孩子在減少啊。公告裡給了不少優待，1.6的容積率，24米的限高，而且項目可建設風雨連廊、架空層、通高躍層。如果是同一開發商拿下2宗地塊，仍屬統籌開發，設置地下連通通道等。四季青板塊上一次上新還是3年前的香山苑，香山苑賣了3年。還有20億貨值，就是賣了3年還沒賣完，還剩20億的這房子還沒賣掉。你說3年，而2公里外則是剛剛開盤的保利新銳。保利新銳6月底開盤，官宣首推157套，售出109套，去化率69%，數據好看。但過了1周，晚簽還是0套，似乎沒有啟動。你看吹的厲害，晚簽1套都沒有。你說就這麼能吹營銷？說。這個作者說，打聽了一下實際開盤情況，要打個折扣，說去化率只有30%，這個盤的問題還是太貴，也就是賣的太貴了。而這恰恰是海淀和別處玩法最不一樣的地方。同期豐台區開盤的叫嘉塘雅敘，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子，直接做價格屠夫，把片區價格拉到了6字頭，就是6萬多一平。在嘉塘雅敘入市前，豐台岳各莊總部基地、新工板塊、新房都保持在近8萬的價格，而這個嘉塘雅敘的價格啊，讓周邊開發商破防了，你上來就賣6萬多。最近中建雲境的業主四處維權，因為當初簽約承諾的最低價88折，已經被晚簽價更新到了79折，也就是說他這個業主是88折買的，現在你賣79折，你這業主能幹嗎？不幹了，業主維權。這就是中建雲境的價格戰一打起來，先受傷的永遠是老業主。但保利新銳沒跟這條路子，反而把價格提上去了，起步價在1500萬以上。西然地塊也傳承了這一點，住宅起始樓面價做到了7.7萬一平，加上配件，售價預計要到12萬。儘管價格高企，地塊轉正的速度堪稱光速。清單公布當天進入預申請，昨天地塊正式掛牌，海淀不捲了，市井商還沒有放棄。
供地清單公布的第二天，石景山提交了2宗预申請地塊，刘良府地塊和蘋果園地塊，同樣是供地，走的卻是和海淀完全相反的路子。刘良府地塊位於5、6環之間，周邊環山，法海寺森林公園、八大處、西山風景區環繞，附近項目大多是高端項目，遠洋天柱春秋、綠城西山雲爐等，容積率 1.1， 限高19米，樓面價 4.2 萬，明顯是要打造一個別墅或洋房產品。蘋果園地塊位於石景山核心區域，生活配套成熟，3條地鐵匯聚，京西大悅城在1公里範圍內。過去幾年，這裡多了不少新盤，在售的有元喜和中海環宇天下。地塊旁邊是越秀天悅，2023年越秀拿地時起拍價 4.2 萬一平，最終成交樓面價 4.8 萬一平。現在說蘋果園地塊起拍價只有 2.9 萬，3年過去，起拍樓面價降了 1.3 萬，容積率從 2.96 降到 2.1， 你看容積率還降了，樓面價也降了。你說说，這是石景山越秀天一已基本售罄，但如今新地塊上市，業主可能又要難受了。越秀天一成交均價是 6.64 萬一平米，6萬6一平米。3月成交一套103平的3居，均價已經降到了5萬出頭。2023年入市的小區已經破發，這個可是2023年開盤的，最新的房價是5萬，單出開盤價 6.6 萬。你說這怎麼弄？自4代住宅入市，石景山的價格就已經全面下跌。環宇天下5期降到了5萬多，首鋼元新的叫什麼景瑞長安上車門檻降到了500萬左右，海淀守信陽、石景山求生存等等等又赢麻了。但新盤價格不斷擊穿舊日信仰，所謂的贏終究是踩着前人的虧損，撿起這一地雞毛碎片。也就是他的文章說了，石景山還有什麼地方，就不要說新盤多少錢了，人家連土地拍賣就已經便宜了，容積率還降了。容積率降什麼意思？房子這個空間就更大了，人少，這不環境更好吗？總比那個住宅樓60層的要強。容積率降了，地面價还降了。實際上我覺得什麼石景山還賣5萬一平米，那簡直是瘋了。還有空間，為什麼？你石景山多遠？我記得是地鐵1號線終點站，都過了八宝山了吧？那地方以前首鋼，對，在那附近，你看都過了首鋼了，就是那地方，你說還賣5萬，比照通州離 CBD 離國貿中心，離是吧？中國尊很出名，這個北京最高的楼，中國尊才10公里不到，而且是高速，好几條地鐵到。通州的房價才多少啊？還有空間，这通州的房價都有點貴，相比較的收入，你聊房價你得跟收入掛鈎，所以你這動不動新房5萬，買個100平就500多萬、600萬，那誰買得起？所以這個你看成交多的都是200萬的老破小，為什麼？200萬還差不多是吧？你說這個夫妻倆把這個父母的、爺爺奶奶的口袋搜一搜，攢個首付，或者是攢齊自己夫妻倆如果工作10年。攢個幾十萬、100多萬，這勒緊褲腰帶攢，不能瞎花。你比如說月薪2萬多，你一個月攢1萬，一年攢12萬，真的就是這麼攢。一個人攢10年，大概能攢100萬。媳婦也差不多，這都是屬於那種白領，或者是類似於碼農這種，10年攢個200萬。那再不夠的是吧？父母、爺爺奶奶湊一點，全款買套房200萬的，200多萬的。大概這個還是比較這個符合北京的情況，但是你要是500萬，那怎麼弄？那得貸款200多萬、300万。你說你24歲上班，22歲上班，10年32了，媽過2年就是35，就已經到點了，要退了。結果你後面還背了個300萬的貸款，你不是扯嗎？是不是？這為什麼這房子新房賣不動就是原因，沒有什麼別的理由，就這麼簡單。我看網上有人說，你看他說北京、深圳房子一套就是500萬、800萬，為什麼？2線城市就是300萬。新房為什麼說這個價格正好合理，正好讓你的一輩子，你就為了這一套房，你就做牛做馬，就為了一個水泥盒子，30年，這30年你也不敢辭職是吧？不敢休息，不敢瞎花錢，省吃儉用，勒緊褲腰帶。这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最主要是你如果貸款300萬，那你相當於你貸款這300萬，你完了你還利息還得還300萬，就是600萬。你說你圖什麼？這個賬一算，你很多人就不想買房了。
這個賬不是我算的，每個人自己都會算，每個人心裡有自己一本賬。他這麼一算之後，他就不買了。一不買，你看现在新房賣不动，为什麼200萬、300萬的都賣的比較多，是不是？那就是被逼的，那是剛需。那我們再看看，既然這個房子新房不好賣，那租房市場，這還是第一財經報道。第一財經他是這麼說的，他說北上深住宅租金連漲4個月，租賃市場從普跌轉向分化，這有點像二手房，對不對？像老破小分化了。說中指研究院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上半年全國重點50城住宅平均租金累計下跌0.56%，就是全國50個城市那是下跌的，但跌幅較去年上半年收窄0.83個百分點。單看6月份，重點50城住宅平均租金33.97元每平米每月，環比上漲0.08%，同比下跌2.8%。從前6個月租金趨勢看，1到2月受春節假期影響，住房租賃市場表現平淡。3月在反攻潮推動下，租住需求集中釋放，租金環比由跌轉漲。4到5月需求釋放趨緩和，租金逐步回落。6月受畢業季需求拉動，租金再次環比轉漲。在上半年這輪波動修復行情中，上海、深圳、北京等8個城市租金累計上漲，也就一線城市租金還是漲的，比去年同期增加7個。與此同時，42個城市住宅租金累計下跌，溫州、廈門等7個城市累計跌幅在2%以上，西安、南京等20個城市累計跌幅在1%到2%之間。上半年一線城市平均租金小幅上漲0.6%，結束了此前連續2年調整優態勢。其中截至6月，上海、深圳、北京已連續4個月環比上漲，漲了4個月了。2線、3、4線城市住宅平均租金分別累計下跌1.2%、0.79%，也就是住宅租金就像二手房一樣，也是一線城市環比在上漲。但是2、3線城市都在下跌，租金下跌对那些租房的人還是很友好的，对那些沒買房子的，那是用更少的錢可以租到更好的房子。這就是等黨又贏麻了，畢竟錢難賺了，所以說你這麼一說，便宜也沒佔多少啊，到時候錢也少了，更難賺了，所以這個房子租金也便宜了。最後我們再看一下上海果然是不負眾望，上海的房價又創新高。這是觀點地產發的一個消息，說7月9日消息說，中海雲景華庭2期近日發布銷售公告，並公示一房一價表，其中一套房源單價達32.8萬每平米，刷新上海新房單價記錄。這個叫什麼？人生的悲歡並不相同，是吧？他在上海買1平米就要33萬，你在縣城裡面買一套房子33萬，你還在咬牙切齒、勒緊褲腰帶琢磨，是吧？該不該買，敢不敢下手？又思量，人家這1平米33萬，光廁所對不對？就能夠你買4套、5套、6套。這個豪宅廁所估計得好幾個，一個廁所10平米，那得廁所就得30平，那就你在縣城買一棟樓，是吧？人買廁所就夠你在縣城買一棟樓，你說這叫什麼事？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